奥斯卡的个性就是内向，所以没什么朋友。就算有朋友，也就是浅浅的那一种，不是真正的麻吉什么的。有一次我们是要演哭戏，我跟我妈那个时候，因为我已经把事情通通告诉大家了，然后我很生气，很无解的跑了出去。谢谢老师。杨丽同学，杨丽。奥斯卡，等一下，糖豆吗？我叫你停下来，奥斯卡！追到我的时候，我转头过来，那个时候是已经泪流满面了，但是我演不出来，我还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演，然后因为眼泪是要一直滴的那一种，我一直在努力的想到底要怎么演。那时候就非常的担心错愕，怕导演会骂我啊什么的。妈妈也有告诉我要怎么哭，然后妈妈当时已经融入剧情，她哭给我看，她哭着跟我讲说你要怎么演。然后我的戏里面的妈妈，她也努力的一直教我要怎么演，但是我始终没有办法把那个情绪拉进来。最后好像是导演有帮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杜以谦。我在《明天起去乐园》这部戏中演的是奥斯卡这个角色。《明天起去乐园》故事中的起承转合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观赏，尤其是有孩子的爸爸妈妈们，更要去关心、多注意一些孩子们的想法，而不是把孩子当成替代品或者是炫耀品。乐园其实就在我们自己的心中。《明天起去乐园》非常好看，希望大家准时收看，谢谢大家。